頭療練習版而家正式開始，大家先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好。我哋整個過程可能係需要15分鐘到30分鐘，所以盡量要揾一個舒服嘅位置，唔好有風，着好衫，唔好凍親。咁我哋呢係需要腰背挺直啦，雙肩係要放鬆。全身放鬆，我哋先做3次自然嘅呼吸，口訣係吸氣自然，呼氣拉長。你會發覺呼氣一長，成個人都會慢落嚟。咁我哋而家一齊做一次啊！吸氣，呼氣，慢，吸氣，呼氣，慢，吸氣，呼氣，慢。相信大家而家都放鬆咗啦，咁我哋可以將準備好嘅頭療梳由我哋嘅正中線開始。而家用你嘅左手攞起頭療梳，先從中線開始，吸氣，從前髮際線附近開始，經過頭頂，慢慢呼氣，梳到後髮際線。呢一度嘅口訣係吸氣自然，呼氣拉長。吸氣嘅同時，最重要係要將隻手盡量抬高，令到你整個胸部都充分張開。呼氣記得要呼盡。咁我哋重複中線頭療路線3次。吸氣，從前髮際線附近開始，經過頭頂，慢慢呼氣，梳到後髮際線。吸氣，從前髮際線附近開始，經過頭頂，慢慢呼氣，梳到後髮際線。喺呢個時候，你可以選擇換手，如果你覺得你嘅手攰，又或者係繼續同側完成，然後先至換另一側。咁我哋而家可以開始。如果你係用棉簽嘅朋友呢，咁就可以再上啲油，幫助自己將嗰啲精油可以均勻咁樣塗晒喺你嘅中線嘅髮際線啦。咁跟住而家呢，如果你個棉簽已經用得唔係咁理想呢，你可以換一支新嘅。咁我哋而家由左邊嘅一線開始，從中線開始計2隻手指闊，就係我哋嘅左一。攞起頭療梳，同樣嘅，從左一嘅線開始吸氣，前髮際線開始附近，經過頭頂，呼氣，梳到去後髮際線。再嚟一次，吸氣，從前髮際線左一線開始，去到頭頂，呼氣，手盡量抬高。
然之後梳到去後髮際線。第三次亦都係由左一線開始，吸氣，去到頭頂，呼，手盡量抬高，打開胸部，經過頭頂，慢慢呼出，梳到去後髮際線。呢個時候你甚至可以落到去頸部嘅肌肉，如果你感覺到你頸部嘅肌肉係拉緊。我哋而家開始做左邊嘅第二條線，喺髮際線終點旁開4指寬。如果係用棉簽嘅朋友呢，記得呢加啲油。同樣嘅，揾到左二線開始，從髮際線開始，吸氣，經過頭頂，慢慢呼氣，梳到後髮際線。再嚟一次，吸氣，從前髮際線附近開始吸氣，手要盡量提高，經過頭頂，慢慢越呼氣，梳到後髮際線。第三次，先從左二線開始，吸氣，從前髮際線附近開始吸氣，手要抬高，打開胸部，經過頭頂慢慢呼氣，要呼到盡，梳到後髮際線或者係頸部嘅肌肉。而家我哋可以換手，換右手，我哋返去中線嘅地方。而家又是從中線開始，攞起你嘅頭療梳，吸氣喺正中線開始，經過頭頂，呼氣，手盡量抬高，盡量打開胸腔，然後順住中線一路梳到去髮際線。喺呢一個過程，如果我哋發現有任何氣結嘅地方，我哋可以停留，然後按壓3次，2、3，吸氣，呼氣，然後向下繼續梳到後髮際線。喺整個梳理嘅過程，我哋應該要善於尋找自己嘅氣結地方。喺呢一度嘅口訣仍然都係吸氣要自然，呼氣要拉長。吸氣嘅同時，手要盡量抬高，令到胸部充分張開。呼氣記得要呼盡。咁我哋重複中線呢一個頭療路線3次。今次我哋應該要善於揾到我哋有冇任何嘅氣結位，如果有，就應該要停留，吸氣，然後按3次，呼氣。再嚟一次，從中線開始，吸氣，從前髮際線附近開始吸氣，手要盡量抬高，經過頭頂，慢慢呼氣，要呼盡，梳到後髮際線。第三次，從中線開始，吸氣，
從前髮際線附近開始吸氣，手要抬高，打開胸部，經過頭頂，慢慢呼氣，要呼盡，疏到後髮際線或者係頸部嘅肌肉。我哋而家開始做右邊一線，揾到髮際線終點，旁開兩指寬。如果係用棉簽嘅朋友，記得要換棉簽，同埋要點一啲配好嘅頭療油。同樣地，我哋揾到右一線開始，吸氣，從前髮際線附近開始，經過頭頂，慢慢呼氣。有任何氣結嘅地方可以停留，吸氣，總按3次，呼氣，再向後疏到後髮際線。再嚟一次，吸氣，從右一髮際線開始去到頭頂，呼氣，手盡量抬高，慢慢呼盡，去到我哋嘅後髮際線。第3次，同樣我哋都係由右一前髮際線開始吸氣，去到頭頂，呼氣，手要抬高，胸部要打開，呼盡，疏到去後髮際線。甚至如果你感覺到頸部嘅肌肉拉緊，可以梳理埋我哋頸部嘅肌肉。我哋而家開始做右邊嘅二線。如果係用棉簽嘅朋友呢，記得你要去換第二支棉簽，或者係原來嘅棉簽上再加啲油。同樣地，揾到右二線，從前髮際線開始吸氣，經過頭頂，慢慢呼氣，疏到後髮際線。再嚟一次，從右二線前髮際線附近開始吸氣，手要盡量提高，經過頭頂，慢慢呼氣，要呼盡，疏到後髮際線。第3次，再從右二線開始，從前髮際線附近開始吸氣，手要抬高，打開胸部，經過頭頂，慢慢呼氣，要呼盡，疏到後髮際線或頸部嘅肌肉。而家我哋嚟進入耳後高骨區，要處理呢一個區域，我哋建議先完成中線、旁開1線、2線呢一啲區域，因為呢一度仍然都係屬於我哋嘅膀胱經。我哋而家可以換手，去返左手，處理我哋嘅耳後高骨區。耳後高骨區嘅位置係頭先我哋未有覆蓋嘅位置，即係由我哋嘅耳仔尖上面一路沿住耳梳到我哋嘅後髮際線，去到我哋嘅耳後高骨完成。呢一個過程動作要領亦都係輕
慢呼吸。我哋可以連續梳3次到5次，要令到係吸氣，沿住我哋耳仔一路向後發際線梳到去你耳後高骨，甚至係耳珠嘅地方。再嚟吸氣，打開胸腔，抬高你隻左手，沿住耳仔嘅弧度一路梳到落去後發際線，去到我哋嘅耳後高骨，甚至係耳珠。再嚟一次吸氣，喺耳仔嘅上邊，一路沿住我哋嘅耳輪，一路梳到落去我哋嘅後發際線，再向我哋嘅耳後高骨、耳珠嘅地方完成。呢一個重點需要揾到我哋嘅氣結點。如果有朋友後面耳仔係一大嚿一坨肉咁樣嘅嗰啲，一定要慢啲、輕啲，慢慢去揾你嘅氣結點。有一啲地方你會梳到，好似有啲嘢棘住，嗰啲就係你嘅氣結啦。一定要將呢一啲氣結慢慢游開佢。如果唔夠油，就要加油啦。好，我哋而家重複右邊嘅耳後高骨區，同樣我哋用右手經過我哋耳仔上面，沿住我哋嘅耳輪，一路向住我哋嘅後發際線梳到去我哋嘅耳後高骨，去到耳珠位置可以停啦。重複，耳仔上面開始吸氣，打開你嘅手，打開你嘅胸部，呼氣，沿住我哋嘅耳輪一路向耳後高骨同耳珠後發際線進發。再重複一次，吸氣喺我哋耳仔嘅上邊，呼氣，沿住耳輪向我哋嘅後發際線、耳後高骨、耳珠進發。重點係要輕慢呼吸，呼氣要長。我哋再做一次，吸氣，耳仔上邊沿住耳輪呼氣，向住後發際線、耳後高骨、耳珠梳落去。同樣喺我哋嘅右邊耳後高骨區都要揾到我哋嘅氣節點，進行停留吸氣，按3次，呼氣，然後再向後梳到去耳後高骨同耳珠嘅位置。我哋今日整套嘅頭療練習到呢一度結束啦，希望你哋都得到一個好舒服、好放鬆嘅頭療效果。如果有任何嘅問題，可以聯繫我同 Wendy 老師。係嘅，希望大家身心健康，青春常駐。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